你好，我係美聯商業嘅 Albert 關。今次介紹呢個喺灣仔區最知名嘅夏慤大廈。佢位於喺灣仔最繁忙嘅告士打道，無論喺香港邊個地方嚟都非常之方便。你入到嚟，你就會見到非常典雅嘅電梯大堂。今次介紹夏慤大廈呢個豪華裝修、海景靚單位，大家一齊入嚟睇睇啊！單位建築面積約2000平方尺，單位入邊有大型嘅會議室啦、茶水間、寬敞嘅員工工作間，更有2間望到海景嘅老闆房。全套寫字樓裝修，連埋家私，即租即用。而單位最大嘅賣點就係老闆房可以望到維港嘅煙花海景，大大提升辦公室嘅環境。你係老闆都喜歡喺度返工啦。如果你對呢個樓盤有興趣的話，歡迎隨時 call 我 Albert 關啦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